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名路学院，我是今日主持人李佳。第二摆的主题课程是嘛个呢？就是冬天文化篇。华语的意思呢，就是当地文化篇。第二摆呢，个课程每位分作呀3节小片段哦，用短剧的方式，然后大家来小个各式各样的节庆，韩国一年之中啊，拄到嘅节日有哪条呢？佢各个嘅节日啊，都有唔同样嘅法通，然后表演。接受每位用到嘅节日专属词汇，又有哪条呢？两摆嘅课程都做得强下来学习到哦。好啦，接下来你就强下来看，记得啲短剧动作会发生哪条事情咯。阿面，俺叫冇看到眼上呢。係嘅，係，過年嘅時節唔知冇係乜嘅。唉，係過年嘅時節咯，你仲未攞頭牌強用誒，除咗親戚朋友向下打遊戲啊，向下打牌，韓國當年都是都爆逼逼咧，啊，吃飽以後就溫地也碰燈，然後看電視。我未強用啦，故所廿幾過年，我可能會皮2公斤啊。唔皮2公斤還係一點影響啊。哎喲，你很得你腦哦，最強沙巴。好啦，唔過我今年啊，呀，過年就靠冇中用咧，因為我知哦，也係叫4年嚟咧，故所咧，我就變阿 Q 嘅。唔過阿 Q 咩冇按好做人哋喎，因為包紅包嘅啦。好定阿哥還冇結婚，希望我做阿姑嘅，應該未愛包紅包。你下擺係唔係有卡做一啲轉去羅服啊？冇啊，我屋卡都係年30前一年轉去，因為愛拜天公，故所愛轉去準備生日。唔過呀天公生，唔係啲初九係。唔過我屋卡為啲年30按部拜天公。故所你阿屋卡還有傳承風俗哦，像阿屋卡就按冇啲拜呀嘅。雖然人知道啊，拜神愛準備咁多東西，有一些嘅麻煩。不過人知道做得延續傳統，沒錢好啊。係啊，像阿屋卡一下就單將你拜8公點點。講到8公，正月班過體以後，愛準備去瓜子。用要去拜呀？拜神老拜阿公婆係冇強用嘅。唔過唔係清明節嘅時節上去嗎？可能大家天氣嘅風俗冇強用啦，從我屋卡都係一個時間去瓜子嘅。按複雜喎。唔過大拜我準備生日，咪會發動到嘅過。係啊，從日頭就係我妹啲嘅處理，我都冇準備。跟住聽書嚟準備啊！唔過雖然講也複雜吧，但係那時候就會讓你很較有過年嘅感覺。係啦，明年正要請來我屋卡過年好咧。好啊，冇問題。反正我哋屋卡咩閒閒，冇乜事情好做啦。好啊，繼續按你講聽咯。好啊。聽你有買東西買過。